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矚目買賣成交。6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約76宗，按月上升8.57%，按年上升65.22%。成交金額約22億6千萬，按月上升89.17%，按年上升344.32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6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約483宗，按月下跌6.76%，按年下跌5.29%。成交金額約4250萬，按月下跌10.29%，按年下跌53.94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6月份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1.02%，按月下跌0.25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2.62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嚟到九龍區，6月份九龍區整體空置率15.94%，按月下跌0.04個百分點，按年下跌0.18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6月份5大矚目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觀塘思寶國際大廈18樓全層，面積約16,844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億2633萬，平均尺價約7500元。第4位，金鐘遠東金融中心9樓全層，面積約1080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億6500萬，平均尺價約15300元。第3位，上環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19樓04至12室，面積約12916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億7800萬，平均尺價約13781元。第2位，九龍城匯合坊全棟，面積約36231平方尺，成交價約3億，平均尺價約8280元。第1位，大角咀 One Bedford Place 全棟，面積約184041平方尺，成交價約7億4880萬，平均尺價約4068元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